大家好，我是米海龙，我是乌克兰人。今天是2025年5月15日，关于和平谈判。上次我猜对了，普京不敢和泽连斯基见面。他派的都是首相人，这意味着普京对和平没兴趣。他所说的和平只是为特朗普而言的戏。更何况，俄罗斯今年打算再做大进攻。在我看来，真正的和平谈判可以开始，大概是今年秋天。那时候，俄罗斯内会发生更多问题，特别是经济问题，因此他们不得不做和平谈判。但是如今，这些和平谈判只是拖延战术而已。